當然亦都同好多藝術家提過嘅一樣，喺台灣呢一邊創作咧係會比較自由啲嘅，喺香港嘅創作咧有可能有好多唔同嘅限制啦，以至於自己去創作嘅時候咧會有好多唔同，無論係自己審查自己定係被其他人審查嘅部分啦。咁所以呢一個係一個比較容易啲嘅地方咯。咁同一時間真係喺台灣，始終人生路不熟咁樣樣，你有好多嘅connection 可能會唔同咗啦。好多嘅機構啊，基於身份嘅關係咧，未必咁容易俾到資助啦，咁都影響咗個創作嘅難易度嘅。咁另外我想強調一點咧，就係喺嚟到之後咧，其實對於好多過去發生嘅事情，未必一開頭咁快好好沉澱到，對於新面對嘅地方同處境，亦都未好好思考。咁喺除咗外在嘅一啲嘅經濟環境因素之外咧，其實喺內在嗰個情緒咧方面咧，或者思緒方面咧，其實都會影響咗一個藝術家去到一個新嘅地方之後咧，佢嗰個創作嘅。